嘎嘎有好事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赵碧哥，赵碧哥，我超爱的。大家好，我係羅燕燕。哎，来簽檔啊，簽檔啊，簽檔。條嘅唔塌飯啊！我上韓橋終於簽到了。你馬東你起碼嘅美女還是黃金屋？哦，你啊比黃金屋美女還要重要好冇？美食下都數啲吧，你懂還是不懂啊？我攏講，點解唔塌飯店係乜嘢冇？誒，矮啲啊！唔要啲，我攏講點解唔塌飯係哦？我攏講，你啊下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這叫咩嘛意思啊？矮啲你係婆。你啲矮啲啊！鳥不踏飯呢？你知道是什麼東西？我知道啊。講給我聽。唔講矮，唔會煮。講完就浪費俺時間。我講哦，雖然俺定用扮煮，唔過啊，我今日搶到嘅你係為煮出為煮。哦，請乜啥？搶到你係名店主廚劉小麗。哥哥請你出來。歡迎你。哎呦，來是看兩個火車版。你乜意思啊？小鮮肉是不是？對呀。一眼就相中了，有沒有？火茶版係火車版，你客家人？客家人神茶人啊？你不講客家話？我講客家話。9歲啊26歲。火茶版係啊？火車版是可能。來，按你切它。這拌呢啊，就是我們從小的時候，那時候聖心火車站登山客的時候去，登山客都是坐火車過來，火車過來，爬山累了。然後就會講啊，都市謠要射東西啊，射東西就射，我們的火車版。哦，這是火車版按你來煮出來。來老公，你切到按方連起來就火茶。哎，這解釋不對不對？這樣解釋也可以。第六部哈動厲害哦，又到聖心車站的停車位去他們的店裡坐一下。你係第幾胎啊？我第3胎。第3胎？係啊。據說講，你係接了當有名的店主出來。因為為了保持這個傳統不要被忘記。還有，可是因為我們又是年輕的一代，我們就會加一點創新的東西在裡面。保留傳統，從傳統中取得創新。很會講啊，根本嚟學乜嘅？想說我在讀企劃，可是我可以跟餐飲做配合。哎呦，來請按叫啊！你啊數掉喺度嘅鳥不踏飯。當一聽到你講，乜家人都掉喺唔塌飯啦。掉喺唔塌飯係掉喺唔塌係刺蟲，蛆蟲。刺蟲嘅啦，刺蟲哎啊，就你看一下渣，它中間已經被我們用開了。哦，它中間有用開有沒有？對，我們已經把它刺先去除了。哦，因為掉喺唔敢塌啦。不會去那邊煮草啊。哦，那叫灌木那些掉喺唔塌。講了按到，免得後來請了按叫，早點說啊，是不是？哇，那給誰來做好呀？來，同學會是的，來開始做。想講，我們先把薑切一下。你哋下切好了幾多年？6年差不多。6年啦。傳統的東西不能被忘記，大家都想要，日本料理，對，日本料理啦，創新的料理安尼。聽藝術上講，按你接過來一開始啊，應該唔係學煮食。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切菜啦，然後拌東西啊，做醬料啦，筍菜啦，拍上菜安尼。安尼學時誒，一定要有幾多年，這樣有算嘛？錯冇？冇可能講哦，自己來就按經驗單難比高啊，錯冇？當然啦，小時候很嚴格的，哦，小時候那時候日本下來的教育嘛，對，眼淚都哇塞的，哎呦，哎，該不會是你家切薑嘛，狗都冇煮啊？眼睛會泛淚，薑嘛切好，你愛做嘛？
台湾切后那葱的，那葱的，那葱爱切哈。特别讲诶，当咱接受去安成熟，你蛮讲。因为哦，佢很暗白眉啊。唔係啊，佢係阿哥，佢係嗌媽媽通學嘅孫啊。哦，難怪哦。所以特色嗌你老佢講，我有出來的時間，係嗌姐姐出好咧。要來，哎，我是為你好哎，不然他要叫你阿公哦。我係磨炒，嚟睇佢用四天天論輩分咧，原來係咩磨炒？本接你師爺以前有本考試嘛？哦，當然有哦。真嘅假嘅？有冇卡叫你用地址嘛？不卡有三，嗌爸有三隻。三炸，來三炸，哎，年尾三炸哦，三炸年，一隻妹，哦，一隻妹，哎呦，身體家庭哦，你安尼三年哦，然後跟你係最細嘛，男的最小，哦，就是蠻字啦哈。你爸爸嘅書行學了都差唔多學幾多年？18歲，到現在26，也6、7、半年。半年是什麼？你是不是很緊張？我想講，家時代下幾多人講，這個我講啊，媽媽會講翻，我唔愛讓媽媽講，媽跟我聊得可開心嘅咧。唔過佢講冇啦，當就是正經二來講客家話嘅時間吼，除非講嘅，唔是講，就像做菜一樣，好冇？你從來米西批出來像乜來？有一點像那個鄉村，可是它沒有鄉村這麼的嗆辣。這個很像，我可以亂講。那東鄉，你切出來米是東鄉啦，唔過東鄉細神的肥皂，擦骨係嗎？對，刺破骨。這個是早期的時候，他趕你拿。那個沒有，都住山裡。哦，對，沒有山當我媽幾飛做得食到海山，就啊，好不容易到海邊抓到魚了，就把它曬起來，可以長期保存。客家人就這點非常的厲害，知道的還蠻多的嘛。來切一下，我講翻咩要切啦？啊，還有賞誒，就是自己。而且我很希望你一直拿着刀誒。為什麼？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人啊，拿着不是啦，拿着刀子的時候，手不會發抖，但是沒有拿刀子的時候，整個人都在抖。條明顯。你有冇很感動啊？五步，切好咧。雖然講喺炒飯啦，吼，我想問講，一聽人店方最有名嘅啲飯出嚟嘛，講條嘅唔塌，啲係熱蟲。嘅飯嚟講係，安尼做飯嘅嘛，炒飯。哦，結腳嚟做，你係要做啲冇？唔看啊，先而家介貨都冇睇，就一直嗆他。你冇緊張來，跟我深呼吸，預備開始。你怎麼這麼好 Q 啊？來一個。哎呦，你怎麼這麼好 Q 啊？你怎麼那麼好 Q 啊？女朋友怎麼沒陪你來？女朋友在上班啊。哦，好。聽講啦，嗬，喺基本卡出張做炒飯那個步驟，唔過你度係熱蟲嘅嘛，他做事其實很懂生意啦，你比較講喺現度嘅，咪講你那幾度，我係真係吃寬啦，哦，你幾好。好，龍那唔是鐵刀，薑嘛，薑落去，龍係上咧冇薑啊，生炒飯差唔多係薑嘛，酸嘅，你不用薑嘛，後來要不用嘛，弄哪？吃蔥還有西破魚，我怎麼很想笑？你是看到他的手一直抖，對不對？哪？有點重病的感覺。冇啦，唔是緊張，接來哈，就高教來煮食。好，你從還有加個五鋪，不用落去炒。呢部卡炒係咩太火煮出嚟哈？係太火。果然呢，那個味道。跟你從後又冇薑嘅米絲出來咯。好，有冇來？調油，嗆一下鍋。飯都不用落去啊？全部不用去嘛？唔是啦，唔是按抖啦。你是翻模啊？有哈。是誰呢？怎麼樣？可以放鬆，來調一下呼吸，深呼吸。你這個是憋氣。哎呦，
翻锅就已经有给为那个架势出来。又穷哦，又穷哦。你摸了，然后亏了，摆出去。唔会啦，翻很久了。按照他们都，你是干嘛个皮的哦？他有说好，不是加氧，还有一些的氧就好了。Hello， 你刚刚还没加盐哦。氧没有吗？好，这个是黑胡椒。对，好。哲伟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也紧张了吗？我也紧张了，我很怕我的位置被他抢走。因为我们用的酱油是用特别的酱油啊。你刚刚有冇讲麻酱油？你们刚才聊得好开心啊，插不上话。我觉得是你很开心。是什么酱油？冇讲。它是我们特别选用人家私酿的酱油，也不会太寒哦，它可以直接喝都没关系。赶快直接喝。认真，认真。含油哈，可以含。喝完以后来个架势。好。你跳油真嘅冇腔腔，因为佢劈起来处用平常时，你劈的跳油冇腔，它其实很顺，淋下去有一种回甘的感觉。它豆香会非常的重。豆香对，好像我吃了一整层、千层的豆干，咬下去那个汁，然后我就忍不住，好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你吃了1斤的豆子。一吸来听听就好了，因为跳油有含。一吸来听听就好。跳油含有点跳味甜味。有。一吸的盐，好。好。慢慢的按奶就好了。按就好嘞。按照我对哲伟哥的了解，你等一下盛盘以后要来一个很帅的架势。我不会，我这人没有在让你控制。好，那你就来个很帅的架势。我控制。这边 Q 完换这边。好了，来张牌。其实这个炒饭，拢系加一开始批到那从的米丝冇强用的呢。而且我觉得它炝锅真的好重要。哎呀，干嘛哈？按这样，来。深呼吸，要我帮你断，你自己断。自己断。好，他们俩调钱了哈。很帅的姿势，加客家话哦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沙下來，睇下來色。調味唔太炒飯。調味唔太炒飯。滑蛋这件事情，滑蛋这个事情就是你不懂了，好开心哦！你不懂了，有油了哦，有油哎哈，这个标准一哇，成功！他又开始抖了，深呼吸，要不要打个拳？腹部拳。它只要一烧起来，它就会有火味，火起来就有火味，火是什么味？你告诉我。哥哥，来，先来吃参口，不要再抖了。参口。你这个这样按你抖吼，翻都冇哎啦。英姐，我要帮你装口。哦，这个是特别香。可以不要再抖了吗？我努力。我觉得你末梢神经有问题。谢谢。改吧，你自己都会抖。好，先摸。来，我自己来一口。我自己的好像也会抖。来吃豆这一集鸟不踏饭，一天不踏个底，不然我们配合他，他很紧张。好。那是鸟不踏饭，所以他该不会我们？别讲。这个是退化。好了，有没有放松一点的啦？啊，有了。好了，来，不要抖了，好不好？来。好吃到发抖吗？真的很好吃。摸上豆，老个五铺，还有那从来炒出它以后，这个假霜唔讲那个跳油，那个味道从喉韵冲出来的时候，从鼻息出来，然后你就会发抖。这个真的就是我一直想要吃的味道，吃了就会一直回味，一直想吃。我觉得你这太贼了，外面的人一定学不到这个酱油的香味，外面怎么学得来？还有，我觉得摸完以后，我们都会就会
多。好啦，炒饭喺店方最有名的，我要先什么？因为啊，圆了我一个梦，就讲差不多按多年前迄部卡式豆诶，我要讲一句话哦。这同时我实在我相信给爸爸煮诶。让我回味无穷。不过人家吃豆你猪哎，还吃到你一滴泪都没输。你要哭了吗？安子谁？你要哭了是不是？眼泪都放，眼眶泛泪，眼泪都放到眼眶里了。好嘞，讲到好食的名店的东西，店后一天唔但讲做炒饭嘛，他烧来煮嘛个本意思。还有红曲滑蛋。红曲滑蛋，哦，这个滑蛋就更需要抖的技术，因为要滑的感觉。红曲要溜，你有客家腔要溜。正经的红曲人他搞发出凤爪，係鳳爪。鳳爪嗎？紅曲唔係走馬。啊，走馬。走馬。好，今日看一下走馬，當然模式都好食的走馬咯。其實下來做做紅曲滑蛋咯，嗬。做你冇嚟看一下好唔好？紅曲滑蛋。講到紅曲滑蛋，早晚嘅細細時間吼，我婆會用乜嘅？用鴨肉。哦，有。好，會用軟嘅水煮蛋。好，不過滑蛋這件事情，滑蛋這個事情就是我們你不懂了，好開心哦，你不懂了。哎，一要不要來一下？小鮮肉哎。啊，沒關係，你先滑好了。我就滑一下。好，來，那還滑蛋為什麼是用這種方式？因為當初的時候，這也是之後我們的創意料理。對，有點創意料理。還蠻啲菜蛋底部度。有。嘿，你這幾個想改哦？是你們年輕人想的嗎？就對，是我們年輕人想的。是你們年輕人想的嗎？就給阿公吃，比較好入口。哦，好，剛剛按到就給過來做，我們想要看看，走馬啦滑蛋配合在一起是什麼樣的感覺？好，開始，來做一下。公馬先切，公馬，用切成末。哦，那種酒味很重，你看還沒嗆那些酒釀的感覺。尤其的有點相似。對，可是那個走馬它做冰啊，它就帶點那種酒釀的香味，哦，那味道就很好。這邊帶來走馬，嘿，你還要卡幾個做嘛？係啊，奶奶做誒，奶奶做誒。阿婆該做嗎？你細細的時節吼，到過年聽從就嚟做嗎？按做嗎就係就從這邊個講的啊，鴨肉啊，然後雞肉啊，烚下剁好做嗎？拎上去就當好食的。這邊講，我本來細細的時，你好食做嗎？大片檔麼？哦，我實講，不過大片檔，可能小朋友他們關這種迷思，我覺得走馬是大人在吃的。唔講你就感覺到麼？到台些店都會香哎。啊，真嘅哦。係啊，那個蒸過的味道反而會想念。很特別。老飯麵當好食。好，下來。那再來就切香菜。鹽水耶。鹽水，不用切太細。你細細時節啊，看到個客人，做按有名的店，你自家細細就想講，來那麼台面的主食，為麼？小時候的時候，比較不會這樣想，因為懂我啊。來啲，你不用了，睇下出嘴搞，你都做唔到嘴搞，係冇？打蛋。打蛋。打卵。它的蛋黃不能破。哦，亂放一定要留蛋，係冇？人家敢講你吼，才該在那個聖心車站那個地方，然後成為一個名店，太折磨了，因為不能出去玩，大家都是來玩。哦。對呀，那你自己店開這麼久了，你有什麼特別的故事要跟我們分享？我們店裡一開始的時候是貨運行。哦。我們最早總店那邊是貨運行。以前呢就專門用來運送木材，還有木炭。因為以前那種是很多人需要用的東西，這種事嘛，大家賴以為生，對，大家賴以為生。然後之後呢，關刀山大地震，民國24年，對，把我們房子震垮一半，就是那個龍騰斷橋是那個時候的，那時候也斷，對，那時候開始斷，然後我們那邊震垮一半啊，我也就想說，不是，應該說我曾祖。阿祖、阿胎，爺爺阿胎，那時候就是跟那個鐵路局申請，他說我要用龍騰斷橋的磚塊，申請那個磚塊。哦，這個辦法搞法。
它抖一些，15%就好了。整体啊，然后去盖那个房子。哦 ，keyboard 哎。嘿，所以现在房子啊，嘿3级古迹。哦，真的哦。嘿。3级古迹，哇，好特别哦！就是他们的房子有用断桥的红砖盖的。傻逼嘛，东江，东江，自豪有吗？啊，没错啦，因为我知道我黑年方，我要知道讲啊太也好啦，阿公也好，爸爸也好，安尼传下来讲杭吹东沙批呢，拜托整个圣经车站，你谁？哦，少峰，最有名，好冇？好了，啊，古时候讲安尼古迹，有按传统的客家出来，加上后商人加入现代的元素，那冲突之中却有一种很不一样的美感。来走，来，一聊天就忘记。开始的时候啊，会热锅冷油。哎，两出来问呢，这是滑蛋很重要的技巧，对不对？嘿，为什么要热锅冷油？就是为了让它不要粘着于底部，锅子底部。它会煎出来会白白嫩嫩的，有没有？它不会像我们煎荷包蛋一样恰恰。哦，煎乱薄的时间，边边一天要炒到后生嘛。譬如讲要煮面线软嘛，一天要煎到炒。滑蛋就是要吃那个滑就是感觉要很嫩，然后吃一下整个就滑到嘴巴不用咬就滑进去。你出肉豆。你讲吸烟嘛？你们讲海风嘛？海风。一系列天天，海風唔係海風，海風一系列，一系列正嘅嗬，跟住同海風嘅阿姨聊個天，一記啦，好來，而家聊天，是那麼解？沒有，是盤，是盤啊，唔係是盤，唔係是盤啊，是盤，差唔多嘛，差唔多嗬，不過社會嘅搖樣嘅啫。牛油啊，唔係牛啊，係油，油喺度，對呀，好來，for Kim Tat，哎，小心哦，聲音點，好，我很怕你抖出來見到我，我拿鍋子就不會，好油，按了之後都好了，哦，兩包給出毛細孔也吸收了油了，感覺很，好像毛細孔整個都打開了，好，for。轉小一點點，不用那麼大。One say for，慢慢，我成標嘛該。油，剪亂，剪亂哈。譬如講，你講的那個怎麼講？那個烘蛋，油要非常非常的多。滑蛋呢？滑蛋不用啊，因為它是也是為了讓它不要旁邊焦。你油太少，它就直接接觸到鍋子，它就會焦。好，兩個嘅係社會，油係冷嘅，這就是熱鍋冷油按嚟來嘅。哦，剛才冷網冇大山，做了頭菜，其實工序其實也蠻多的哈。成以後嘅時間嗰陣，愛菜加添喎，愛成添喎。哎哈，限量就對了。哎，按你好哎，好哎，按你做好哎，那么那个好来，我要翻面，要翻面，你要怎么翻？過來，過來，有嗎？這裡哦，哎，好嫩哦。好，按你之後，按你有油了，哦，有油哎，這個不用轉去，不用轉去，給火呢，還能洗洗。哦，哇，成功！按你。一系列天天，好，一系列天天，對，哦，那滑一下有嗎？敲一下，嘿，敲一下，好，撒下來呢，還有，好，整形一下，對，整形一下，因為這裡剛剛磨色都有，按你就好了，按你就好了，按嘛該盤呢，一張，按這些，哇。按呢，好，嫩，真挺嫩呢。嫩網還有一點點磨熟。按說好哦。按你就好哎。然後拿濕紙巾，拿紙巾，然後呢？吹下吸油。吸油。啊，吸這邊的油。吸這邊的油，吸蛋的油。來講啊，這個面很獨高了。你要那按肉的時候，我說吸油，他就。
哎，我是主持人，我不是化妆师。很好 Q， 很好 Q， 很好，乖，很乖。哦，把那个刚刚懂都有嘛，吸一下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冇你给走马标落去发给油太多哈，其实没有办法附着，铺底了。好，就好。好了，下来了，小心。好，来，过来。好，哎呦嘛，哎呦嘛，哎呦，不是用麻油，啊，用麻油。哦，该不会人家麻油又係你一家祖傳也喺那邊帶來嘅？要麻油。快放嘛。啊，来，一起。可以亮吗？哎，他又开始抖了。深呼吸。要不要打个拳？刚刚是降龙十八掌，现在要什么拳？伏虎拳。伏虎拳，那伏虎拳哪一个？伏虎拳哪一个？锅子还没热，伏虎拳怎样？啱唔掂。好了，一起先听。要麻油係自家有托過的嘛？没，亚麻油是找那个师娘，也是人家自己做的。哦，自家自家做的啦，你冇會凊彩買到的哈。一起嚟聽聽就好。誒，麻油係蠻少嘞，做得成邊？做得。好。你啊，它不用到特別太爆香。它只要讓它稍微有點炝過就好。哦，這個是炝鍋的一個道理。按嚟就好了哦。誒，你走嘛？走嘛。按你用差唔多幾多？2碗。用7碗差不多。哇，好香哦，那个麻油。拌均匀。你跟他问哦，按你做法啦，中间你做什么？因为我想到麻油。做对啊，做对。中间这个就是很适合坐月子，就是补的。对，就是补的，很适合。你刚刚懂吗？然后一毛酱油。哦，又是那个，也是那个很厉害的酱油。哎呀，对，这样按呢，因为它不能起火。它酒酿它绝对不能熄火哦，不能熄火，要一直滚哦。对，为什么不能熄火？因为像我们一般来说啊，有酒类的东西，你火烧上来，你会着火。嘿，会着火没？然后不行，不能这样走，因为它只要一烧起来，它就会有火味。哦，会有，它就没有那种温润的，火起来就有火味。火是什么味？你告诉我。那水下去是水味。还有呢？好，我现在闻到酒味了。我现在闻到酒味。火会有那个烧焦的味道。对，出口烂啦。好，按呢就好了。按呢出后哦，差不多将熟，有点热了，滚了。好，跟出后要用个啥？淋到去啊，淋到去，天天淋哦。哇，其實喺莫講嘅話，天師佢頭前嘅朋友可能撈到係意大利面醬哦，不過佢香味批嘅比意大利面醬還厲害。對，它那個酒香味，還有麻油。來，滑蛋呢？滑蛋在哪裡？所以你裝飾一下，對，它裝飾一下，它也是一個提升香氣的作用。對。哦，哇，好棒哦！醬哦。好，我怎么那么好 Q？ 你那是猫，我怎么那么好 Q？ 好，来我们的红曲滑蛋，好不好？好。来看哦，无足令人烦吗？还是令人烦？我不想搞笑。好，好客，对，好客。他刚引他好客，你是说那个剧？那个是绿剧，好客。炸一下，好，一下就好了。那我帮你吸个油好吗？好。哎呀，日暮手中写。给老师喽。什么嘢拢系本好嘅吼，你啊卤饭一天当好，要趁热吃，趁热哈。加哦，给还蛮熟嘅软饭，龙走嘛，老姜哈，是可能招牌菜。
就是这个味道。买这时间哈，是给阿牛弟弟白煮哎，捞上去淋上来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好吃哦。哎，什麼嘢？當嘢冇識到做嘛？係冇想到滑蛋老走嘛，暗黑，好暗夾啦。就是說我們吃到的都是，譬如說水煮蛋，對不對？那種比較固體的東西。滑蛋在这里真的太厉害了，而且它那个用那个麻油，然后那个用吗？按健狗油种来做吗？对呀，好吃，香气那个香气，对，很棒。刚刚来有心电感应，又来了，什么心电感应？你爸爸讲啊，那这里嘿他赶紧中夜时间吃那东西，对，谁们也是当好，对啊，吃了想再生一个，对呀，谁来吃了又可以虎虎生风，他冇紧张的啦哈，两道菜。都暗后色，还有前3名的菜冇给谁？有，还有梅汁酿桂笋，就是乌梅汁那种吗？对，我们是用没有紫苏梅汁，紫苏梅汁，客家人最会的。紫苏梅加龟竹笋来整件上到，整件名人都嘛该。梅汁酿桂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梅汁酿桂笋。梅汁酿龟竹笋，哎，2种语言我是配合你哦，好，不然你讲的是梅汁酿龟竹笋，龟竹笋，龟竹笋，鸡竹笋，哦，鸡竹笋哦，没做得很高。唔过我看到的龟竹笋还冇强用哈，你还用咩强身哦？啊，强身就今天早上的时候才采下来。哎，我觉得你待在地方真的是地灵人杰。哎麻个油麻个，哎跳油，哎麻油麻油。哎，龟竹笋有龟竹笋。现在是他住在深山里吗？哎，係油，哎錢有錢冇？有。愛春呐。啊，這是天天的春。早晨去摘嘅，摘個10個。10個。龜竹筍呢，一般竹筍有嘛冇重要？一般竹筍呢纖維較硬，龜竹筍纖維較幼。它油啊，我真係拆可能冇啦哈，你咪叫佢做啦，好，開始來做啦。來，先做乜嘅？絞肉。你要煮係日本嘅豬絞肉。這是豬絞肉。你有處理過嗎？有，加點酸條。加酸條，還有呢？還有一點點黑胡椒。一些聽聽啦，一些聽聽提香。好，還有一點鹽。哦，有按摩嘛？有拍打過啊，有用愛拍，對啊，這叫什麼？去化骨綿掌啊！我們不要鬧了，認真一點啊！用愛，然後把它按摩之後，對，哦，做成之後做出來，哦，要做乜嘅？好，要做一隻，然後這是梅乾菜，芎用切了油係嘛？芎用切了油，好，好切油，因為你不能做鹹的嘛，好，然後和在一起嗎？還有加一些米酒，還有乜嘅？油係調油，特製醬油嗎？好，還有嗎？哦，先再給它2次按摩，對，再給它按摩一下，然後味道能夠平均啊，平均。嘿，我看到做嘅啊，我就想到以前我讀書嘅時節，老師講過一句，我考喏，無足令人令人煩。我不想搞笑。好，那無肉令人厭嗎？令人厭，討人厭。哎嘛，無足令人煩，無肉令人厭。哎，新的耶！來告訴你，無足令人俗，無足看看啊，無肉令人俗。無肉令人什麼？無肉令人瘦。無肉令人瘦。這麼多肉。無足令人俗。哎，做兩個啊，做對。不過我還沒學到哈，無足令人煩，然後無肉令人什麼？無肉令人。你好棒哦！好嘞，差不多按摩一下，對不對？按了就好了。好，三號來做乜嘅？而且你家啲上眼唔有錯嗎？我在想步驟，我在想要先用哪一個？因為都可以。你要拖出咩？傳統油菜蛋當歸油嘅菜係嘛？不過要先預定。哦，要先預定，因為要去炒，因為要去採桂竹筍嘛。啊，對，我怎麼沒有想新鮮的？好，不用壓就好。鹽水也切好誒哈，蘆筍
要切嘛该切，按呢就好了。切对半切。嘿，好。还有一些梅子。这是紫苏梅用底部的盐脱出来。嘿。姜样切幼幼。姜样切幼幼。不用叶片好啊。好。按呢就好。做得。好，绞肉我会放到桂竹笋里面。绞肉要先冰落桂竹笋底部度，这样来炸哈。你当像那苦瓜香肉的那个概念。嘿，差嘛哈。差唔多，不是太多。不是先过嘛该哈，因为桂竹笋其实它很漂亮，你特别 top 高系嘛？对，这有特别挑过。给当当然去炸了桂竹笋之后，就做这种笋干。对啊。做笋干。这个桂竹笋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？桂竹笋我们煮法吗？有油焖。油焖、炒的，卤的都很棒。对。卤的我知道，就是卤的，我们就是会加在那个，比如说猪脚啊，或是卤肉汁里面，也很香。炒的我印象也很深刻。你知道就炒辣椒是吗？炒辣椒以前啊，特殊的时间啊，好啊，唔特殊啊，唔认真，老师给你竹笋炒肉丝，那你常吃？我常吃啊，不得了了，竹笋炒肉丝就这样来的。然后桂竹笋在卤的时候，尽量都要比较油。要分解它的纤维，这样呢。其实感觉上头哦，是讲其他的牛啊，没有镶在这个桂竹笋里面，其实捏成肉丸炸一炸，或者是煮汤，还有煮汤那都好吃。你喺讲冇上来按麻烦啊，其实桂竹笋係切了幼幼，搞到底部度没做得哈。做得啊，做得。我又一直给你菜单，讲到菜单，你点放有几道放出来？30-40道鱼吧，30-40道鱼。跟很火来位注射，很多人食到至少會前3名。對呀。然後講一開始食到嘅鳥不踏飯，我就好開心。開心到這邊，又可以看龍泉跟虎泉。都有。跟油咩差唔多蛇味哈。你有聞到火味了嗎？有。還有剛剛洗手有聞到水。對，我先調粉。調粉，你還冇個粉？這是酥炸。酥炸粉就是鋪下去摸杯有一啲嘅車車，加幾多水，攏係講好嚟，我攏停，講停係就停哦。再來哈。較大啦。較大啊。等下，要看濃稠度哈。為什麼要用酥炸粉呢？如果用其他的粉可以嗎？因為本身竹筍它就是一個有脆度的，如果你再把它用比較濕的，比較濕的，像而且有麵包的那種，它就會破壞它的兩個就在互相搶口感。對，酥炸粉就只是外面那一層，它比較不會搶到桂竹筍的口感，然後口感又是一致的。對，這類。你幹嘛噻？可以這樣調到嘞。我有蠻看做的嘞，譬如講，順便試那個油溫，試一下看看怎麼樣叫做可以。按然後會浮起來有冇？這個粉糊甜版咯。好嘞，不用下去。就不用下去就好了。因為攏係估一下哦，冇啲鹽度薄嘅哦。你要鋪其實一夾哈。懂腳。季節性的菜單哦。季節性菜單，桂竹筍做一張嘢就冇了。係哦，咁差唔多結夠了，揾一擺菜單啦。給我3張嘢吧。等於就是每一年就是照着4季換菜單嘛。跟你要來做事的呀，你以前同學同學啊朋友會請你嗎？會啊。那你會躲起來嗎？幹嘛躲起來？唔會啊。要是我就那個，我就很怕人家來找吃不用錢。唔會啦，我講客家人唔驚你食，係冇？唔正言愛生啊，就搶你哦。好客，對，好客，他剛引他好客。你是說那個巨？那個是綠巨人好客。那這個你實驗過，這個肉是豬肉最好嗎？有建議，如果別的肉，有人是不吃豬肉的話，其實我覺得雞肉啊，魚漿，譬如說或是蝦仁漿。哦，還講有上次講我媽說的話，你就用筷子還做強的動一下滾油啊，小小的東西入去。按嚟較夾。
哎，保梅枪安呢，摸不油安呢，火要再大一点抢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有没有我很厉害？所以它起锅前，对，大火让它整个去掉那个就是吸里面的油脂。看你这差不多。好，你那用料料它咸哦。好，再讲来。好。你家是不用料，不谈。要不要 good？ 你是做过了一锅泡最多10幾個汁嘛？一炸新色，哇，真的大锅子，你还懂，这要非常的细心啊，我觉得。好，更厉害。好，让它那个再回酥，对不对？更厉害。好，你看你这边懂好色嘞。厉害哦，那煮没有，还要再芦笋哦，对，要炸哈，炸一下，一下就好了。那我帮你吸个油好吗？好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我觉得我好想唱一首歌哦。什么歌？慈母手中线。没关系，我只要可以吃到好吃的就好了。那我可以唱轻快的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。哎，你刚刚切的那粒条，你用粒接听听啊？哎，用这接的摆盘呢。好，主厨请用。你是谁？来，就好。好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摆盘。各位砧板，空气有什么？哇，切给上。哇！那你就有熟了，有熟了。等下切一切，然后就差不多怎么摆盘。好，要摆盘了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来切2个来摆盘，好不好？好。来盘的准备了按酱，你无拢爱摆，来要摆片。没搞妈妈哈，来吃到简单的食材，然后做出最好吃的料理，但是最后一定要用最完美的这个创意呈现给大家。对，其实我还有强烈盘呢，做一个简单然后又有自己创意的摆饰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道菜太完美了。这时候就没事，按钮就好。哎呦，好棒哦！按钮就好，芦笋哦，芦笋。这家木开翻糖，没做在边传糖，哈。鸦片，对，鸦片。在这里。按钮就收在这。麦香等候，总共按酱几干的哦，还有，对哦，差一点点，我想说梅汁在哪里？撒在上面，加你切了一个紫苏梅，那这吃的时候啊，多一点点让它，他说不用一吸嘞，有点肉皮都酸牛的味哦，一吸嘞哈，然后所有的梅子汁啊。跟所有的蔬菜都很搭，所以我就特地用个芦笋，然后按钮就后，那个冰的哇，就是很简单的寿司，对不对？最后在这里再这个杯嘛该眼实叶哈，眼实叶，好漂亮哦，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掉嘞，好，我们帅气的主厨 Sylvie， 介绍一下你啊挑出来很多嘛该梅汁酿桂笋 ，Say hi 啊。吃起来果然是千变万化，你唔但将那虎拳，也系龙拳，也系拳拳到位。压力是有，
不过这也是前进的动力，毕竟这个是一个家族的事情。哇，所以现在的以家为本，所以两下给录音噶，莫糟糕讲，你后上音还草莓，看看我们的紫苏梅，对不对？来啊，给来食，既然切了暗酱啊，都唔攀得食嘞。吃到牛，吃了粥哎，俩都出来很健康，然后吃起来又有气质。我觉得那之后梅干肉的底巴度，给它酸哈，本来那个牛提出了那个肉味，然后再加上外皮酥脆跟粥这龟肉笋那个口感是一致的。吃起来果然是千变万化，要唔单将那虎拳，也系龙拳，也系拳到位。你呢？尚伟，你真的让我对桂竹笋有新的认识好以来呢，可以改鲜甜度还保留，然后呢，那个桂竹笋的那个纤维还吃得到它脆脆的感觉，很清爽又好吃。细条噶，有想过讲，哎呀，我按后上做啲传家嘢未啦？有压力嘛？有想过，哎，我冇去做诶。压力是有啊，压力是有，还有不过这也是前进的动力。对，毕竟这个是一个家族的事情。哇，所以现在的以家为本。所以两下给录音噶，莫糟糕讲，你后上音还草莓，看看我们的紫苏梅，对不对？这七家对七家今年给共造韩国川汤，又蛮个期许哦。希望把传统的东西保留，并从传统生根，上来到一点新的菜色、新的做法。因为现在已经开放了，国际开放了，我可以进日本的食材，用客家的做法。对，我可以进欧美的食材，用客家做饭，不然就是用我们自己的食材，客家的元素的东西去做欧美式的发展这样子。可让它传统不变，味道更加提升。就讲传统的基底底摆度，你蹦出客家的形式。看这句广告词多好。你说，你讲的全部在专业的部分，我相信你发展到的时间，从细细开始出种下心中的种子，到了下接一家添一家家族的添哦。来希望阿公啊、阿爸爸、阿母看你一定对你有更多的期许。你有想过，让爸爸感情好冇？好啊好啊，懂好哈。爸爸还冇来，啲电视机头边看，有麻烦我爸爸讲。有啊，就感谢了，就是当初我们在小时候开始做到大的时候，虽然心中有所，就是觉得不能出去玩，可是长大了以后啊，就会觉得说，这对我们的人格教育浓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就是变成慢慢去融入一个以家为本的中心，对。不会偏题，不会变坏，对，慢慢以这个为中心，然后去聚集更多的人，有一个好的正能量，就感谢我老爸这样子，他也是很开朗的个性啊，对，他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对，有机会哈，亮智雅，我看他做出来啦，好吗？邵伟今天真的是让我觉得好感动哦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自己的感觉有点像就是自己唱山歌，人家就会说你安后上从山歌，从安后上的后上音啊，都串汤了主席啦，请不简单哦，并不好，嘎嘎有好事。嘎嘎有好事，混养狗嘎来主席，你们已经在点菜了，我也要。莫妮，今天来这边煮菜，对，然后这边煮了鸟不踏饭，红曲蛋，还有那个梅汁酿桂笋，然后也感谢泽伟哥，协助我做菜安尼，还有协助英英姐，也是协助我拿东西啊，从安志 C 他们，然后呢，今天呢也是非常谢谢各位的所有的团队来协助我拍摄。对，下一次啊，有机会的时候啊，就一定要来散茶寮啊，看一下统拔，然后散茶寮的时候可以来找我玩，安志 C 太嘎啦，西莫尼安志 C，安志 C。